今集係砌機 list 分析系列嘅第21集，介紹翻客人背景先，同大家俾我哋 list 其實差唔多嘅，不過有咩好分析呢？就係機箱啦。Fusion Design 嘅機箱其實好嘢嚟嘅，無論降水啦、散熱啦，設計都非常之好啦。但就可能因為價錢，一直都好少有客人選擇，更加唔好指明話要用呢個機箱嚟做首選啦。再睇真啲客人嘅要求，1080p Gaming竟然用15000蚊 budget，你哋都知我 Jason 最中意呢啲客人噶啦。正打算我全程貼身回覆嘅時候啊，客人就即刻 send 咗條 list 俾我哋參考。Jason 我嘅財自夢啊，即刻就因為咁樣多咗2日。但係呢，睇到呢條 list 嘅時候呢，我即刻就秒變亞路啦！前排講完冇耐嘅 list， 咁快就重出江湖，15000蚊砌12400F， 然後 12400F 配塊咁高階嘅 B760， 再1000蚊買隻750火嘅火啊！真係沒有最誇張，只有更誇張。CPU 散熱啊，1450蚊喎 ，CPU 都係700幾啫喎。見到客人 send 完 list 話佢唔係好熟，咁我話做嘢咧不嬲都唔會拖泥帶水嘅，即刻出 list 啦。出完 list 就變咗13000蚊砌14700F， 其他嘢基本上都冇咩大變，全部都係跟翻個客原本嘅設計，例如2TB 有 DRAM SSD、機箱、火牛等等，唯一變咗係客人本身要求耐用。咁有追開我哋嘅片都知，想簡單耐用最好都係塔散，所以14700F 熱量本身唔高嘅 CPU， 我哋建議就係用塔散啦。最後再加多3隻風扇散熱，咁就完美啦。再睇翻我嘅財自夢，我就知道我嘅財自夢啊，原來時間冇變過，都仲係38年，唔係38年02日，即刻放心晒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，記得 comment share 俾朋友同埋 like，砌機有關嘅難題交俾我哋，等 RG 成就你嘅遊戲世界。